歡迎收睇每週交易點子。我係你嘅節目主持人馬份。呢個節目呢會有好多外匯同埋貴金屬嘅資訊送翻俾大家嘅。唔想錯過呢，記得撳翻個 subscribe 掣啦。我哋先睇睇上週嘅市場狀況先。上週外匯市場方面呢，圍繞住美國同伊朗談判嘅相關報導出現交錯，中東局勢嘅不透明感啦，主導咗市場嘅情緒。關於係咪達成協議嘅消息呢，反覆出現，使到市場呢嘅走勢呢缺乏明朗嘅方向，呈現不穩定嘅波動。喺呢個環境底下啦，美國嘅利率維持高位，美元對日元則以159區間為中心，維持緩步上行嘅基調。週初喺市場對美國同埋伊朗談判取得進展嘅期待推動之下啦，風險偏好上升，股市延續強勢。其後圍繞霍爾木茲海峽控制權同埋核談判嘅美伊雙方發現出現分歧，再度強化市場對協議前景嘅不確定性。美元對日元喺接近160時，市場對外匯干預嘅警戒明顯升溫，但回調幅度呢依然係有限嘅，整體維持住緩慢上行，最高觸及159.65，市場逐漸形成接近160前嘅口頭干預共識。同時，美國長期利率維持高位，亦持續支撐美元嘅買盤。實際上，美債市場對年內加息嘅定價已經接近咗70%。美聯儲官員亦維持現行貨幣政策合適嘅立場，整體呢係偏向鷹派嘅。轉睇睇日本方面，4月嘅核心 CPI 扣除生鮮同埋能源方面年率升至2.8%， 10年期嘅通脹預期呢亦維持喺2.2% 以上。植田行長指出，需綜合評估油價上升嘅影響，但市場普遍認為呢6月嘅會議除咗加息0.25%，亦可能視乎情況加快加息嘅節奏。不過，由於市場已經對日本央行鷹派嘅轉向有所預期，日元升值嘅反應相對係有限嘅。總體而言，本週市場主要圍繞住中東局勢不確定啦、原油波動、通脹預期、利率、匯率嘅連鎖效應之中，喺缺乏新嘅催化因素嘅情況下啦，美元對日元仍維持韌性嘅。美國總統特朗普就美伊談判作出最終決定，召開白宮會議，但目前尚未得出結論。不過週末仍存在進一步發展嘅可能，市場整體維持觀望。美元對日元喺159嘅區間窄幅調整，等待打破僵局嘅關鍵因素。睇埋呢貴金屬嘅情況。黃金價格喺上週整體呈現下跌後，逐漸恢復走勢。受原油價格波動、美元走強同埋實質利率上升嘅影響，黃金喺週中維持持續嘅調整。但接近週末隨住談判樂觀預期再度升溫同埋美元走弱黃金價格反彈嘅，以4535美元每盎司嘅價格收市。我哋睇睇外匯同埋貴金屬嘅持倉變化先。外匯方面啦，變化最大嘅呢，就我哋可以睇到咧係紐指對美元嘅，係由前週嘅8成1啦，去到得返上週嘅3成2嘅啫。緊接其後呢，有呢個澳紙啦，原先前週嘅6成3嘅持倉比例啦，降至去到4成2。另外就係美元對加紙啦，由呢個5成5嘅比例降至得返4成嘅啫。貴金屬方面，我哋睇返XAU/USD 黃金方面呢，係由前週嘅7成3有少少增持至去到啦係7成9嘅。白銀方面就4成8去到上週嘅5成5。
熱門交投選擇方面呢，外匯呢首3位啦，會有呢個美元對日元啦3成7，咁啊澳紙對美元2成7啦，咁啊比較亮眼少少咯。我睇到第3位呢，就並非主流貨幣對嚟嘅，咁係 NOK 對 SEK 啊，咁啊即係呢個挪威紙去對呢個瑞典紙啊。咁另外都見到啦嚇，喺其他方面呢都有呢個大概9% 嘅百分比嘅。貴金屬方面呢，我哋可以見到其實係9成5嘅朋友仔啦，都係揀選去到投資呢個現貨黃金嘅。再睇睇黃金日線圖方面，阻力呢就會喺4618出現啦，咁支持就會喺4425嘅。嚟緊一週我哋點睇法呢？可以睇睇啦，就係美元對日元係市場預期呢仍然會持續受到中東局勢啦、原油價格啦、美國利率啦、外匯干預嘅預期等多重因素呢係交織影響嘅。美伊談判嘅消息呢，仍然係混亂不清啦，係咪達成協議呢？係仍然唔明朗嘅。咁但係同上週相比呢，就係未見重大嘅變化啦。市場仍然係容易受到新聞標題影響啦，預計會喺缺乏明朗嘅方向情況下啦，維持住一個震動嘅格局嘅，咁喺一個區間震盪嘅。上行方面呢，係接近160嘅時候呢，日本當局嘅強烈干預形成咗壓力啦。上週亦顯示啦，喺159後段啦，仍然存在住明顯嘅阻力啦。不僅實際需要資金啦，演算法交易呢，亦都係因應當局嘅立場進行咗呢個回補賣出，限制咗上行嘅空間嘅。下行方面，中東局勢嘅不確定性啦，支撐咗油價維持高位啦，避險買入美元呢係買盤啦，成為咗支撐。此外，油價上漲引發通脹嘅憂慮，加強市場對年內加息嘅預期，使美國利率維持高位，導致美元強勢嘅結構呢係難以改變嘅。上週美聯儲嘅官員接連發表鷹派言論，使加息嘅預期呢係再度升溫嘅。整體而言呢，會預期維持喺155去到160嘅呢個區間上面，喺度震盪啦。但上下嘅波動呢係非常之容易受到事件嘅驅動啦。市場仍然對呢啲市場嘅消息呢係非常之敏感嘅。睇埋我哋今週要關注嘅事件啦。週一啦有美國嘅 ISM 嘅製造業指數啦。週二就有歐元嘅 CPI， 週三呢有3樣嘅事項要注意啦。澳元嘅 GDP 啦，日本嘅植田行長演講啦，美國嘅企業書公佈啦。週四方面，瑞士公佈 CPI， 歐洲方面就拉加德行長嘅講話啦。週五就非常之重要啦，我哋可以見到啦，除咗日本嘅薪資數據同埋加拿大嘅就業數據公佈之外呢，美國呢亦都有重磅嘅非農就業數據公佈嘅，亦都會主宰住咧美元嘅強弱啦。大家記得週五香港時間週五晚呢係要睇實呢個數據啦。我哋今週嘅分享去到呢一度，我哋下週同樣時間再見，拜拜。